物質減法，精神加法。喺比利時嘅冬天，送給自己一份心靈嘅禮物。清晨嘅陽光正好，捧住一杯溫暖嘅咖啡，享受清晨嘅陽光。飲完咖啡，睇見沙發咁亂，都係時候執下沙發啦。就當係早上活動一下身體啦。嗨，好耐冇見，我係知燕 Coco， 好耐冇同大家分享我嘅生活 vlog 啦。以前呢，我做代購，每日都係堆積如山嘅名牌，以為擁有更多先至係幸福。但呢幾年呢，生活幫我做咗一次徹底嘅減法。雖然冇咗以前嘅繁華，但我發現我反而揾翻我自己。好多人問我 Coco， 你依家唔做代購，又唔買新嘢，咁仲化乜嘢妝呢？我話化妝呢唔係為咗買新嘅產品出屏嘅，而係為咗尊重仲努力緊嘅自己。就算用緊嘅係舊款，但只要你眼裏面有光，個妝就依然有靈魂。生活嘅壓力有時真係好似比利時嘅冬天咁凍，但今年我送咗一份最好嘅聖誕禮物俾自己，就係心力重體。喺12月27號我就要參加心理諮詢師嘅考試啦，而家每日都喺度複習。我係由一個只識得刷視頻嘅清潔工，變成今日可以指揮 AI 寫代碼，建立自己嘅品牌。呢種安全感比任何名牌手袋都更加實在。雖然家務繁重，但有時候我都會適當刷下手機睇視頻。但睇完視頻後，都唔會忘記自己嘅任務，練身、練腦、練心。呢3年嚟，除咗喺健身房高強度嘅鍛煉身體外，我仲會做下催眠療癒、冥想，咁樣可以令自己嘅身心得到平衡。而最重要嘅係可以令我更加精力充沛，咁樣我就可以更加有時間精力去學習、睇書，提升自己嘅認知。我覺得只有認知係一個可以跨越階層嘅關鍵所在，所以我會教我個仔如何動手佈置聖誕派對，如何裝飾聖誕樹。首先提升佢嘅動手能力，只有你嘅行動力跟上啦，咁後面嘅思維提升就自然會跟上嚟啦。至於我個女，由於佢係從細就睇到我如何做代購，如何從事互聯網嘅生意，所以今日佢長大啦，可以自己動手嘗試一下佢嘅小成本創業項目。作為媽媽，我睇到佢咁樣，我好高興。我亦都想教識我個女，無論環境點樣變，我哋都要有隨時起飛嘅能力。Nicky 而家已經可以自己做小生意啦，賺到佢嘅人生第一桶金。我哋喺呢個小家裏邊，雖然平淡，但係好充實。聖誕節快樂！願你喺呢個冬天都可以揾到嗰份唔受物質影響嘅屬於你自己嘅力量。我係知燕 Coco， 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